有民众指控讲垦丁牧场附近围网仔是围差不多500公尺长，卡着裸角。这火路是去互网仔店家无命，也垦管处回应讲，这几档是已经有换做较袂伤害动物的网仔，会来全面清查。互网仔围条咧，细只梅花鹿拼命咧用哀叫，抑个公路落角，互网仔店家安。有被拍到的一定是极少的部分嘛，当然不恰当啊，而且是非常的不人道啊。那个是这样子慢慢被凌迟死掉的耶。民众控诉这网仔有数千公尺，已经在当地设10几年，长久以来对动物造成伤害。垦管处表示，这网仔早年是为防止农作物被破坏作为防护，这几年已经改较无伤害动物的铁网仔。往年林试所、垦丁牧场等单位为了防止梅花鹿啃食高位珊瑚礁、珍稀植物的幼苗、牧草等农作物所设置的。学者指出，让网仔做农业危害防治是过去常常用的方法，时间应该有10几年。三项问题是会盯到真济野生动物。季节性的架设电围篱，因为它架设比较简单，然后也比较便宜。那它比较大的困扰是它的耐候性比较差，要做1年4季的防治的话是比较不理想。垦管处表示，特别下晡派人去民众讲的垦丁牧场宿舍后边，确实发现几个年代真久的梅花鹿遗体，不过澄清数量不是民众所讲的20多个。生体部分的网仔，佮通知土地管制单位、垦丁特产所巡查所设的网仔，佮要求改造铁网仔。记者综合报道。